遇到呢一啲問你 deformation 嘅問題係完全唔使驚嘅，咁我而家就帶大家嚟做一次啦 ，OK？ 咁通常第一步先揾 reaction 先啦，咁我而家就開始 show 俾大家睇啦 ，OK？咁啦，我哋有邊啲 reaction 咧？咁首先啦，我有一個向上嘅 reaction 咯，跟住兩個向右嘅 reaction 啦 ，OK？ 咁我哋就開始揾啦 ，OK？ 咁就呢個係 A， 呢個 B， 呢個 C。咁我又篤住其中一個點，跟住就做旋轉運動就得啦，即係moment 就我意思係。咁例如話我篤住 A 呢個點啦 ，OK？ 咁我 at A，OK？咁我就當順時針係正數 ，OK？ 咁我開始做啦 ，OK？ 咁呢個向右嘅 ，OK？ 咁樣篤住呢個點，呢個向右，咁就A。之後呢個都係順時針咯。好啦，咁我哋就可以揾埋個reaction of A 啦 ，OK？ 咁就呢兩個 OK 一減，跟住就冇咗啦 ，OK？ 咁所以 RA 咧係0嚟嘅 ，OK？ 然之後 RC 咧就-50 ，OK？ 所以應該係反方向嘅 ，OK？ 好啦，跟住呢個方向都係0啦 ，OK？ 好，咁啦，我哋揾完 reaction 啦 ，OK？ 咁我哋就我寫翻低。算啦，唔緊要。咁我要點樣揾個 deformation 咧？咁 deformation 嘅公式其實就係OK。咁樣樣嘅 OK， 不過我就未加入溫度變化啦 OK。你可以見到呢個有溫度變化，咁我哋等陣之後再去考慮佢 OK。咁OK， 咁呢一個係乜嚟嘅？呢個係 virtual work OK。咁 virtual work 啦，咁我哋咪畫多次出嚟 OK。跟住我哋揾嘅係 displacement at B 喎 OK。咁所以我哋就唔好揾 displacement， 揾 vertical displacement OK。我揾垂直嘅 OK， 咁我當佢係向下啦 OK。呢度1，跟住我哋就可以揾佢個 EI 啦 OK。咁我哋先揾 virtual， 再揾 real 啦 OK。係啦，咁我就按照頭先嘅步驟一樣咁做啦。例如話 at A 咁樣，篤住 OK。就又唔係有 B 嚟嘅，RC 剩翻呢個呢個向下嘅。1喺度就旋轉，等先，係1米，所以
加1等於0 ，RC 咪負0.5咯 ，OK。可以揾埋呢一個啦 ，OK。咁呢個既然呢個係負0.5啊 ，OK， 咁呢個就 OK。咁我又冇其他力啦嘛 ，OK， 咁打橫嘅力就淨得負0.5，咁 RA 咁就肯定係0.5。點解咧 ？OK， 因為 RA 加 RC 係要等於0嘅 ，OK。跟住呢一度 ，OK， 我哋做一個向上嘅力啊嘛 ，OK。我寫翻低先 ，OK。向左呢個負0.5，跟住呢個0.5，跟住呢一個就1啦 ，OK。呢個有方向，我覺得唔需要寫呢個。好啦，咁 virtual work 嘅所有嘅reaction force 都揾到啦。咁我哋點樣揾個 deformation 啦？咁我哋就其實係要諗下先。係要揾個 force，OK。好啦，我督住呢個點啊 ，OK。例如話 C 點咁樣 ，OK。Point C， 佢有一個向上啊嘛 ，OK。一個向左，跟住咧下面有兩個未知嘅 ，OK。兩個未知嘅，咁就但係事實上咧打橫嘅力就淨係得一組嘅啫，就係呢個同埋呢一個 ，OK。所以話我剔向右咯 ，OK。等於0啦 ，OK。咁呢一個，我呢個叫呢個做 FCB 啦 ，OK。所以呢一個向左0.5，咁 FCB 咪係 CB， 好啦。咁 FCB 咧就等於負0.5啦 ，OK。好似有啲怪，唔係喎，原來呢個係負數嚟喎，所以呢個其實係正數嚟，所以啱呢個係0.5，咁呢個0.5啦 ，OK。咁呢邊啦，一睇都知道啦 ，OK。咁按照一樣嘅方法，可以發現呢個係負1嚟嘅 ，OK。跟住呢個位就比較吊詭啲 ，OK。呢個位點做咧 ，OK。我一樣篤翻個點出嚟 ，OK。有個 A 向右嘅力，0.5。負1 ，OK， 咁呢個 AB 嚟。咁 AB 呢個點樣揾啦 ？OK， 咁事實上其實好簡單，我只要將呢一個啦 ，OK， 就利用一個嗰個叫咩？叫做 method of joint 啦 ，OK。咁將呢個用揾到呢個 theta，OK， 揾到呢個 theta， 跟住我哋再用 cosine 嚟去將佢拍埋就得噶啦 ，OK。咁我而家又做一次 ，OK。喂，係咪 cosine 啊？等先。係，應該係 cosine，OK， 應該係 cosine。咁我負1啦，然之後當呢度負1 ，OK， 向住呢個方向向下嘅，所以呢個向上嘅。我剔向上係正數啦，所以要加啦 ，OK。加 FAB，OK， 然之後要將呢個拍過嚟喎 ，OK， 拍過嚟咁就要乘一個 cosine 啦。咁呢度點揾咧 ？OK， 我見到啦 ，OK。咁呢度2米啦 ，OK， 呢度1米啦。咁呢度幾多米啊 ？OK。咁直接撳計數機都撳到啦 ，OK。1嘅2次方加2嘅2次方再開方，好係 2.24 嘅 ，OK。2.24係啦。揾到呢一個 2.24 啦 ，OK。咁咦？點解可以揾 2.24 嘅 ？Sorry， 唔應該揾 2.24 嘅。咁我當呢兩個 OK 係呢個 Y 啦，呢個係 X 啦 ，OK。咁 Shift Tangent 1/2。揾到呢個 theta 啦 ，OK。26.6 度
拍過嚟咪26.6度等於0咯 ，OK， 就係咁樣 ，OK。好似有啲問題，俾我諗下先，係咪咧？26.6，諗下先，呢個位拍過嚟呢個位，跟住呢個係 theta， 哦啱啊，正確，應該係26.6咯。所以 FAB 咧就等於1除 cosine 26.6度，咁佢咪等於1.12咯 ，OK。好啦，我揾到啦 ，OK， 呢個1.12，sorry， 呢度1.12 ，OK， 我揾齊晒啦 ，OK， 跟住我就揾埋 real 嗰個啦 ，OK， 揾埋 real 啦，咁就呢個向上係0啦，咁向下垂直冇任何力嘅，所以呢個都係0 ，OK， 然之後呢度。呢個向左係50啦，咁向右都係50咯。呢個就係50。OK， 咁呢一度 OK， 乜力都冇嘅 OK， 所以呢個都係0。所以其實我哋只需要理呢一個方向就得㗎 OK， 理呢個方向就得啦，就係呢個 CB OK。就係因為我都係講下啦 ，OK， 點解0就唔使理咧？因為咧我代落去呢個公式嘅話啦，咁你發現咧一乘咗0啦，咁成個公式就等於0噶 ，OK， 咁所以就唔需要理 ，OK， 咁就其實就係NL。EA 即係等於，因為 NL 咪就係50咯，跟住 length 就係1 ，elasticity 200個嘅帕坎就係乘10嘅9次方，唔係乘10嘅6次方，因為我哋嘅單位係kPa OK， 就係1000帕，然之後 area 點樣 ？area 就係100 mm 咯，所以乘100，唔係10 OK， 再乘10嘅6次方 OK， 就轉翻到米 OK。如果你唔識點樣轉米嘅，咁我講一講啦 OK。咁正常啦 OK。我哋1米啦 ，OK， 1米啦就等於當100 mm 咯。但係其實2次方嘅啦，轉咗2次方嘅啦 ，OK。呢個係要100嘅再乘100啦，咁當2次方 mm square 啦。即係其實就係我呢邊試一次 ，OK。嘅2次方，好啦，變咗10嘅3次方 ，OK。有啲怪怪地點解？真係3次方？唔好意思，我講錯 ，OK， 呢個錯嘅3次方 ，OK， 3次方 mm OK， 跟住呢邊就係10嘅3次方再3次方多一次，咪再2次方 OK， 其實係1乘10嘅6次方 mm OK， 我一調轉啦就係10嘅6次方啦 OK。所以呢個係負數嚟 ，OK， 負6次方 ，OK， 咁呢個一樣啦 ，OK， 咁就可以計到就係個 deformation 係個 CB，OK， 咁就50除200再除10， 0.025米啊，好啦。咁
咁 delta 就等於0.025米啦。OK， 但係其實未完嘅 ，OK 未完嘅。就係你記唔記得呢度仲有個温度 ？OK， 咁温度變化點計咧 ？OK， 咁呢個就要引入我哋之前學過一個公式啦。OK， 咁就叫做呢個，喂，等陣先，係整翻嚟啦。咁樣 OK， 我將個 length 調過去，就即刻可以揾到啦。OK， 見到 OK。揾到啦，我又將佢放落嚟啦 ，OK。然後 elasticity 喺度200，然之後呢一個linear coefficient of linear deformation 我唔記得咗啦 ，OK。但係就係咁樣 ，OK。然之後 delta t 啦 ，OK， 搞掂，喺我答案就可以得出啦 ，OK， 喺我0.25咯，再加200嘅6次方乘1.08嘅負5次方，再乘100，乘100 ，OK， 出問題啦呢一度。出咗啲咩問題咧 ？OK， 俾我望望先。我咪乘漏咗乜嘢 ？delta t， 哦，我知我乘漏咗咩啦？乘漏咗咩？乘漏咗個length，OK， 個 length。我睇下先，個 length 喺邊度？AC 呢個位10mm， 所以乘10嘅喂，等陣先，10米唔係好對路喎。負5次方，我可能要再計多次 ，OK。等陣，乘2米的確係漏咗 ，OK。我望一望226乘1.08乘10嘅負5次方，再乘100，再乘2，咁大一個數 ，OK。俾我諗下邊度出錯先。elasticity， 唔通係咪 ？OK， 好似係冇 elasticity 喎 ，OK， 冇呢個點解咧？咁奇怪定係？哦，係 ，sorry， 呢個公式係冇 elasticity 嘅 ，OK， 我再做一次 ，OK。記錯咗 ，OK， 記錯公式 ，OK， 冇 elasticity 㗎呢個公式 ，OK。乘翻個 length，OK， 就係啦，有 coefficient 咯，再乘翻個temperature， 再乘翻個 length，OK， 呢次應該啱啦 ，OK， 0.025，OK。再加1.08乘0.08 e 負5，再乘100，再乘2，就係0.02716米啊 ，OK。呢個係正確答案啦 ，OK。所以啱個關於 temperature 嘅正確高聲應該係咁樣 ，OK。應該係咁樣。好啦 ，OK， 就係咁樣。不如我做多題啦 ，OK， 我做個關於 beam 嘅臨時加多題 ，OK，
唔知交題，當呢個有個 distribution。distribution 啦 ，OK 嘅一個 load， 呢個就係 Q 啦 ，OK。然之後我有一個虛擬嘅 ，OK。呢個 point A， 呢個 point B， 跟住呢度喺我揾 point B 嘅 deformation 啦，呢個就係1嚟嘅 ，OK。好啦，睇我點揾咧 ，OK。咁一樣畫翻嗰個圖先啦，例如話呢個咁樣，呢個點畫啦 ，OK。咁就直接畫咯 ，OK， 冇咩難度，咁我直接畫 ，OK。咁就諗下先，由負數開始嘅，之後我好似有啲唔太記得點畫咯 ，OK。所以畫個 shear force 出嚟先啦，咁樣。Q 乘 L 向下，跟住呢個向上 ，OK 嚇，呢個上咁樣，咁嘅話呢個就一開始就增加好快啦，跟住就逐漸減慢啦 ，OK， 所以就係咁嘅樣嘅 ，OK， 好啦，跟住呢一個就容易畫啦，嚇，直接畫出嚟啦 ，OK。向下，OK， 咁我哋就個 shear force 就長方形咯，所以我哋就係咁樣畫 ，OK， 咁樣畫，好啦 ，OK， 咁呢兩個圖形啦 ，OK， 一個就彎曲向上啦 ，OK， 另一個直線啦 ，OK， 咁呢個圖我哋同方向啦 ，OK， 所以佢係要點計啊 ？OK， 個 delta。咁個 delta 咁就自然就係用嗰個QM LMQ over 4 OK， 咁就係計到啦 OK， 咁我放翻落去咯。咁呢個 L 就照係 L 啦 OK， 跟住就個 M 就係個。Alright， 換成呢個 OK， 嘅 M 就點計咧 ？OK， 咁就我要喺呢個位 OK， 要揾呢一個位，咁就 Q 乘 L 啦 OK， 咁就係個 total 啦 OK， 所以就 QL 啦 OK。跟住呢個位就1乘 L， 咁咪都係 L OK，over 4。咁最終嘅答案就係 QL 3次方 over 4啦 OK， 就係咁樣 OK。咁就呢個就係關於 deformation 嘅所有嘢 OK， 就係咁樣。